我们还有几分钟，礼拜就要开始。在礼拜开始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在你复活的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主，我们用渴慕的心，恳求您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排除掉所有你所不喜悦的事物。那我们用专一的心志来服侍敬拜你，并且得到你的喜悦。恳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整个礼拜当中享受与你同在的美好。求主保守眷顾今天的礼拜，为今天礼拜服侍的众同工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保守，不论是诗琴诗会，或是带领敬拜赞美的敬拜团，让我们全然得到你的保守。也恳求主与奴仆同在，让奴仆在传讲你的话语时，可以真正感动每一位人。求主在整个过程当中掌权，我们完全交托，求主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我要邀请你用喜乐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神的祝福跟同在。神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站立，用心灵诚实来赞美我们的神，来荣耀他的名。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谢谢耶稣，你现在就在这里。唯有上帝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的爱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他给我们的恩典更是超乎我们所应得的。让我们用真诚的心降服在神的面前，学习从神而来的温柔谦卑。以真诚的
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真诚的心，以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主啊，求你挪去我们所有的枷锁，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何得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们！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何等满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我的嘴必充满赞美。我的罪必充满赞美。靠着神，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充满能力的。我们何等需要神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神就在这个时候来触摸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当神充满我们，我们就有力量来面对各样的软弱。我们一起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来领受从神而来的平安。我们也要学习交托，更深的依靠神。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
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请告诉神说，每一天我需要你。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主啊，每一天我需要你。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我们再一次跟主说，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每天都更爱你。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是的，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盼望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只在乎神的心意，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交托。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以慈爱吸引我们，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们要时时仰望你，紧紧跟随你，更加学会抓起你的应许，让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靠着你的话语及恩典，活出荣耀你、讨你喜悦的生命。也特别恳求主恩待将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们，愿你的爱与恩膏大大的浇灌，让他们的身心灵都蒙你保守。愿你的喜乐、平安都充满他们，并常与他们同在。我们祷告不完全，我们要以你教导的主祷文同声开口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让我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记载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8章26节到40节，在现代中文译本198页。使徒行传第8章26到40节，有主的一个天使告诉腓利，你动身向南走，到那条从耶路撒冷通往迦萨的路上去，这条路已经荒废了。腓利就动身前往，在途中他遇见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这个人是一位高级官员，在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手下经管财务。他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归途中，他坐在自己的马车上，诵读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利说：“你过去，靠近那车子走。”腓利跑过去，听见太监正在诵读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回答：“除非有人开导，我怎能明白呢？”于是他邀请腓利上车，跟他坐在一起。他所诵读的那一段经文是：他像一只被圈去屠宰的羊，像一只在剪毛人手下的羔羊，默默无声。同样，他也一言不发。他忍受耻辱，没有人替他主持正义，也没有人能指出他的世系，因为他在世上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太监问腓利：“请指教我。”先知这段话是指着谁说的？是指他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腓利就开口，从这一段经文开始，向他讲解关于耶稣的福音的事。他们经过一个地方，路旁有水。太监说：“这里有水，我不可以就在这里接受洗礼吗？”腓利对他说：“你如果真心相信，就可以接受洗礼。”他回答：“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太监就吩咐停车，腓利跟他一同下到水里，为他施行洗礼。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把腓利带走。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他继续赶路，满心快乐。40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一带地方，在各村镇宣讲福音，直到他来到凯撒利亚。愿神祝福我们，凡听他的话又照他的话去行的人。今天的信息，我们要从我们的主任牧师蔡牧师，他要来分享。他分享的信息是腓利传福音的人，腓利传福音的人，让我们用恭敬的心一起来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这场礼拜我们要举行圣礼典，要洗礼，所以我们先跳开西门彼得，我们来看新约的另外一个人物，叫做腓利。要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再一次聚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赏赐属天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我们也恳求你，让你的话语可以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生命的引导。我们诚心诚意恳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经当中的一位以传福音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做腓利。事实上，新约里面有2个腓利，
那这两个腓利原文他们的名字都一样，其中一个是12使徒之一。那中文圣经为了将他们两个人分别，所以把它翻译叫做腓利，就是力量的力。另外一位就是今天经文当中所描述的腓利，中文的圣经是翻译作利益的利。他是教会初期被选出的7个执事之一。这位腓利，他不仅忠心于执事的工作，而且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他非常会传福音。在司提反被害之后，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信徒就四散开来。腓利他就往撒玛利亚去，向人传讲基督的事。之后他又到各地去传福音，因此圣经称他做传福音的腓利。现在中文译本翻译作传道人腓利，表示他是一个非常有传福音恩赐的人。我们知道上帝建立教会的目的有很多，我们简单的来看，大概有5项。第一个目的就是教会是要提供信徒可以礼拜，可以同心来敬拜上帝。那接下来就是教育，也就是说教会要负起培育信徒的责任，让信徒的灵命更加进步。那第3个就是团契交谊，教会透过团契小组，让信徒彼此相爱，互相的关怀。那再来就是服务，教会应该透过一些行动去关怀社会当中需要的人，就是服务的事工。那最后一个就是宣扬，也就是教会应该有组织的鼓励信徒去传福音，使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腓利的故事，如果我们可以从腓利去学习，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么我们双连教会就是一间使人得救、使人得着福音的教会，是上帝所喜悦的教会。那今天的经文记载着腓利去向一个伊索比亚，和合本的圣经翻译作埃提阿伯，向一个伊索比亚的大官，一个太监传福音。伊索比亚在旧约圣经的名字是古时，它是靠近今天埃及跟苏丹附近。那我刚才说过，和合本的翻译是翻译作埃提阿伯。埃提阿伯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是烧焦的脸，烧焦的脸。那我们就知道它是指黑色皮肤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去看耶利米书的第13章23节，他这样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指的就是伊索比亚人，就是埃提阿伯人的皮肤是黑色的。那我们知道他是皮肤黑色的人种。那一开始，天使就像腓利这样说，他说：你动身往南去，到那条从耶路撒冷通往迦萨的路上去。他就在这条路上遇到了这位伊索比亚的官员。这位太监是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手下的管理银库的财务大臣。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这时候正要回去。在回程当中，他坐在车上，他正在研读旧约的圣经的以赛亚书。圣灵再一次对腓利说：你走过去，靠近那车子走。腓利就跑到太监车旁，靠近车子。他听见太监正在诵读先知以赛亚书，他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结果这个官员回答说：
除非有人开导，我怎能明白呢？所以他就邀请腓力上车，跟他坐在一起。那他当时所读的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这段经文是这样子，说他像一只被牵去屠宰的羊，像一只在剪毛人手下的羔羊，默默无声。同样，他也一言不发，他忍受耻辱，没有人替他主持正义，也没有人指出他的世系，因为他在世上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那这位太监就问腓力说：“请告诉我，先知这段话是指着谁说的？是指他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腓力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向他讲解有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事情。接着他们就车子经过一个地方，路旁有水。太监就对他说：“这里有水，我不就可以在这里接受洗礼吗？”所以太监就吩咐停车，腓力跟他一起到水里为他施洗。就这样，腓力就带领着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认识耶稣，得到救恩。好，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事实上给我们很好的信息，看看腓力有什么样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好，首先我们发现你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要像腓力一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他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人。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6章可以来看，圣经记载着，初代教会设立的时候，门徒日日增加，但是却发生了一个冲突，就是当时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跟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发生了争执。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埋怨使徒在分配每日生活费用当中，忽略了他们当中的寡妇，所以使徒就召集信徒一起过来，他们就商量之后，决定选出7位执事来管理这些事情。拣选的条件就是我们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6章第3节说，要从你们当中选出7个有名望、受圣灵充满、又有智慧的人，让他们来负责这个事务。所以腓力他拥有这几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他是7个被选出来当中的一位。这里说的有名望，是指生活上面有好的见证。另外，被圣灵充满，指的就是说，他跟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让圣灵来掌管他生命当中的一切。所以我们就明白，腓力他是受圣灵充满、受圣灵掌管的人。而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天使对腓力说：“你动身向南去，到那条从耶路撒冷通往迦萨的路上去。”如果我们打开地图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你就会知道，当时要从耶路撒冷到迦萨从耶路撒冷要先下到这个希伯伦，然后再往海边走，大概要走70-80公里当时没有像我们今天有很好的交通工具，要走70-80公里，那是多长的一个地方？那途中要经过一大片的旷野，才能到达在地中海旁的这个迦萨。所以我们看现代中文译本的时候，他用一个括号说，这条路已经荒废了。和合本的圣经跟台语的圣经都说这里是旷野。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换作你会怎么样想？说天使有没有搞错啊？要我跑到那么远的旷野去做什么？如果要传福音，是不是要找一个人多的地方，找一个热闹的地方？怎么会叫我去一条已经荒废掉的路，是一个旷野的地方去传福音呢？但是腓力他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人，他听从天使的话，他没有任何怀疑，
就往加萨去，结果就遇到这个渴慕真理，但是却需要人协助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就必须要顺从圣灵的带领。事实上，如果没有圣灵做工，我们传福音一点果效也没有。我从过去牧会到现在，常常像今天一样，很多人要受洗，受洗之前要小会问道理。那过去我们在填这个受洗表的时候，上面会写有一格要写介绍人，说谁介绍你来教会的？我的经验是很多人都没写。我说你怎么没有写说谁推荐你来教会的？他说我自己来的。那其实我心里面都非常清楚，说是圣灵亲自带领他来。那即使我们要去跟人家传福音，你如果不依靠圣灵的力量，不是圣灵亲自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靠人的力量或自己的力量去接受恩典。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要顺从圣灵。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它有第二个特质。刚才我们在讲拣选执事的，除了有名望，要被圣灵充满之外，还要智慧充足。圣经说他是一个智慧充足的人。我们看他对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是充满智慧。首先我们看他第一件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智慧的倾听。我们看到当时的状况是，那个马车在跑，当时的车跟现在的车不一样。现在的车有很好的避震系统，有很好的抗噪的这个隔音，那当时是非常嘈杂的。那当时的路跟今天的路也不一样，更何况是一条荒废掉的路，所以那个一定是非常非常嘈杂。但是腓利用他敏锐的听觉，他听到这位伊索比亚的太监正在念以赛亚书，他用他的耳朵仔细的去听太监所说的话。很多人以为说传福音就是去说，把福音说给别人听，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如果传福音只是说而已，那这样传福音就太简化了。其实传福音最首要的就是要学会听。有一本书叫做《主工人的性格》，他这本书的第1章就提到了，听有3个层次。听有3个层次。第一个，我们在听人家的时候，要听懂别人讲出来的话。有些人跟人家传福音，或跟人家分享，就一股脑的把自己所想的都一直跟别人讲，从来没有在听对方讲。这样很困难去跟他建立好的关系。所以你要仔细的听他讲的内容，听他讲的事情，要了解他讲的话。那第二个层次呢，是听他没有讲出来的，就是弦外之音的意思啦。有时候他在陈述某件事情，其实代表他内心有另外的一种想法，只是他没有把它说出来。那最后一个最高级的层次是什么？听懂这个人在属灵上面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操练求上帝帮助我们，要听得懂人家所说的话，要听得懂人家真正的需要，才能够帮助对方。所以你在听你周遭邻居的声音，要不论他所说的是喜乐的或是悲哀的声音。有喜乐的人，你就跟他同乐；有痛苦有困难的，你就去关怀问候代祷。许许多多失丧的灵魂就因为这样子而被得着。这是第一个智慧的倾听。接着第2层就是要智慧的发问。腓利很清楚，他听到太监在读以赛亚书，所以他紧接着就问说：你念的你明白吗？所以腓利就开始透过这样子找到切入点。
问问题其实是一层学问啊，每个人都会发问，但是好的问题却可以得到问题的中心。问对了问题，可能成功了一半。我们去看一个医生，如果一个好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他一定会问对问题，问你身体的状况，然后他才可以做适当的判断。所以正确的问题可以帮助医生做判断。同样，我们要明白别人的需要、别人的问题，我们要问对问题才可以。那我们最近在看这个疫情记者会，我们看到很多记者在发问，问问题问到好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好的资讯，知道要怎么做。但是，一旦问错问题可能很多人都头上3条线。真正感觉到，那我们真正感觉到说，那等一下回答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所以问问题实在很重要，我们要有智慧的去问正确的问题。那第3个就是要智慧的回答。我们看到腓利他用他的智慧回答，为什么他可以智慧回答？因为第一个，他熟悉圣经。当他听到太监在念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说这段经文是出自于以赛亚书。当他被请上车之后，太监接着问他说：“所读的经文指的是谁？是指先知自己，还是指别人？”他熟悉旧约以赛亚书53章所提到的内容，就是受苦的仆人，也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所以他就从这个角度开始引导他认识为我们牺牲的耶稣基督。所以，因为他熟悉圣经，又可以正确的讲解，他开始讲解正确的信息，来让这个太监明白真理。最后，我们看到他有智慧而且及时的行动。我们看到后来车经过有水的地方，这太监突然内心有感动，他说：“这里有水，我不可以就在这里洗礼吗？”和合本的圣经有一个小字，然后现在中文译本它是放在后面的附录的地方，有一个37节，这段是非常重要，所以刚才我有请施礼长老要念这一节。37节说，腓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结果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就是福音的核心啊。太监既然坚信，2个人就一同下到水里，腓利就为他施洗。这就是马上行动的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有这4种智慧：要倾听，要发问，要回答，要行动，都要充满智慧。最后，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的最后，这样说：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把腓利带走。那他继续赶路，满心快乐。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一带的地方，在各村镇宣讲福音，直到他到凯撒利亚。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地图就知道，他后来沿着地中海东岸往北去传福音，最后就定居在凯撒利亚。多年之后，我们如果来看《使徒行传》21章，这里记载着保罗传福音到了凯撒利亚。经文说，第2天我们离开那里，到了凯撒利亚，就到传道人腓利的家去。跟他住在一起的，他是在耶路撒冷被选出的那7位助手之一。他有4个没有结婚的女儿，都有传讲上帝信息的恩赐。我们看到腓利所建立的家庭，他带领着他的女儿是服侍上帝，如同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预备自己，也预备下一代。敬虔的后裔
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是我们一生的事业，是值得我们全家一起来服侍的一项美好的工作。圣经这样说：凡呼求主名的，必定得救。可是他们没有信，怎能呼求？没有听，怎能信呢？没有传，怎能听呢？没有奉差派，怎能传呢？正像圣经所说的，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多么佳美。牧师何等愿意祈求上帝使用每一个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教会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传福音的人，我们教会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使人得救的教会，是上帝所喜悦的教会。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透过执事腓利他的生命来学习如何分享福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被圣灵引导，让我们智慧充足，让我们可以全家一同服侍，来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攻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都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要举行洗礼的圣礼典。好，我们先请成人洗礼的，还有坚信礼以及信仰告白的来到前面。我们这次成人洗礼总共有9位哈，蓝宗文、左美丽、许正春、邱文喜、唐艺林、傅维彤、施惠子、詹其哲、李雅胜。坚信礼的有1位王延堂，信仰告白的有1位就是冉光宏。我们现在要举行圣礼典，我们得着帮助是在乎倚靠创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没升天以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传福音，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赏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所以像当时
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接受洗礼一样。今天牧师也要这样对你们说：你们必须深信，你们若真实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点就要成为你们最得赦的记号及印证，又表明从圣灵得着重生，与基督连结在一起。如今你们要受洗，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回答牧师所问你们的问题，来告白你们的信仰。首先，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在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进行洗礼，会众请起立。我们选第一位。南中文，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楚美丽，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许正春，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邱文喜，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唐艺林，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胡维彤，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施惠子，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詹其哲，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李亚胜，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接受洗礼，我奉教会的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道路以及新约的恩典。我们同心来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儿女进入教会。
主啊，我们恳求你祝福他们，恳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坚固他们，以你的恩典赏赐他们，使他们连结于基督，而得着主的充满，永远在你里面。主啊，当他们遭遇试探时，求你保守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愿你的能力扶持他们的软弱，保守他们安稳在你的爱当中，能一生一世服侍你。亲爱的主，求你使我们从今天参加这个圣礼典后，更能够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亏欠你领受洗礼的恩典。求你使我们真心悔改，引导我们回转归向你，从今以后成为你忠实尽责的仆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会众请坐。那个我们洗礼的还先不要回去哈，会众请坐。好，那个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哈，所以牧师代表教会用那个手肘碰哈来接纳他们。好，来阿妈咱来碰者，靠这好，没有关系，等一下。教会有一个证书跟礼物要赠送给他们，哈。同意。恭喜恭喜。好，我们请向后转哈，牧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先一起鼓掌来恭喜他们哈。来，牧师先从第一位开始介绍哈。应该是我们最年长的。我们在介绍的时候，请他的朋友哈，还有家人可以起来哈。第一位是蓝中文姐妹，第二位是卓美丽姐妹，第三位是许正春姐妹。第四位是邱文喜姐妹，接着是唐艺玲姐妹，接着是傅维彤姐妹，接着是施惠子姐妹。接着是詹其哲弟兄，接着是李亚胜弟兄，
好，那有坚信你的是王延堂姐妹。信仰告白的是冉光红姐妹。好，那我们成人洗礼的，请先回座哈。接着我们要来进行小儿洗礼。我们请要接受小儿洗礼的父母好，我们要来进行小儿洗礼哈。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话，特别是对于小朋友的部分。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书当中记载，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这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虽然我们的幼儿还不明白这些事，但是所应许的也要归于他们。他们是恩典之约的后裔，上帝以洗礼代理他们成为上帝家里的儿女，归属于基督，成为他的百姓。好，这时候牧师要问你们，你们的孩子要接受洗礼，你们必须要在上帝及众人面前告白你们的信仰。你们是否信上帝为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是。你们必须依靠上帝所赏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与信徒的责任教导你们的孩子，以祈祷及好的行为来养育他们，让他们所作所为都能够遵守教会的教导。你们愿意如此做吗？愿意。愿主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帮助你们坚守这个约。我们这时候要进行洗礼，会众请起立。陈炳恩，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叫做方义纯。方义纯，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陈定伟，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陈可恩，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遵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些幼儿蒙接纳进入教会，成为未赔偿会员，
有份于新约的恩典。今日这些幼儿的父母双亲和会众亲自作证，并分担责任来培育他们的信仰，直到他们接受坚信你。我们同心来祷告。全能永在的上帝，我们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些幼儿，引导他们，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分别为圣，使他们的智慧和声量，并上帝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增长。愿你的恩典丰丰富富地赏赐他们，引导他们平安经过孩童的时期，救他们脱离少年人的诱惑，直到成年时能告白自己的信仰，并坚持到底。亲爱的主，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曾在拿撒勒享受人世间家庭的生活。我们恳求您祝福这些孩子的家庭，帮助他们的父母和所有照顾他们的人都满有智慧和温柔，让他们在你的爱中成长。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有一个礼物要赠送给他们。来，你看，这是丁伟的，这是可恩的，好，会众请坐哈。请你们转过来哈，我们一起鼓掌来恭喜他们。牧师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陈炳恩哈，是立德跟关宏的孩子哈。第二位是方义纯哈，是博健跟维彤的孩子哈。第三位是定伟，还有他的妹妹可恩哈。是婉瑜跟她的先生幸福哈，小孩子哈，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哈。好，请回座。这是我们这次也有那个2位从本教派转过来的哈。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今天有人没有到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照片。好，这是尤俊敏跟林碧芳，哈，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婉瑜，哈，婉瑜，哈。那这是这一次的这个转期的，啊。那另外哈还有两个短短的见证哈，我们这时候来看。其实会想要来洗礼的话，是因为几年前参加的爬爬够营队。当时因为这几天的营队，就是让我对神的感觉，我觉得是很有感触的，然后也能够跟神更亲近，是以前都没有过的感觉。因为以前对于神、对于信仰，我是抱持着还好，就是不会说到事事都会想到神这样子。所以，但是在那次的营会中，我改变了很多我以前没有想过的想法。祷告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就是感觉神透过了为我祷告的人想要告诉我的话，那我当下其实是觉得很感动的，就是那个感觉是你没有办法去言说，但是你会感觉到你的内心是满的，就是有一种你会觉得说啊，其实神都有在看顾你，他很关心你。虽然说你已经很久没有来教会，但是其实他每一刻每一时都有在关注你，这样子你并没有被忘记，所以我才会决定说，等到我能够洗礼的时候，我要来报名洗礼。虽然说我比起其他
同一届的人还要晚1年1例，因为其实我家并不是全部都基督教的，所以我想说等到高3毕业结束后，就是一切都尘埃落定，再就是一定要洗礼成功这样子。未来受洗后，我希望我能够跟神更加的亲近，然后也能够更勤劳，就是与神之间的沟通能够更加的频繁、更加紧密。不管是我从神得到，还是神给我的，虽然说改变只有一点点，但久而久之之后，你就会觉得说，我的生活已经跟神已经密不可分这样子。这是我受洗后的期许。好，谢谢各位。各位造就班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很荣幸和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一些往事。首先我自我介绍，我是林碧芳，我是基督徒第4代。我是因为要转籍，所以来参加这个造就班。我从澳洲布里斯本的长老教会转来双人教会。我的外曾祖父是马偕博士在台湾宣教时所收的第2个学生。他与马偕博士的年纪差不多，开始也是很反对马偕博士，跟他是对立的。相交了几回合后，受圣灵的感动，所以受洗，然后他就是马偕博士在台湾第一批受洗5个人中的一位。之后他就和马偕博士一起东奔西跑，在为上帝的国度努力。我小时候就知道我的外曾祖父跟马偕博士的关系，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外曾祖父和双联教会有什么任何的关联。但是在大约17、18年前的时候，承认双联教会的赖俊敏牧师来到我当时居住的澳洲布里斯本侨居地。在一次参会中，赖牧师提到双联教会正在准备编辑一本100周年的刊物，但很遗憾的是找不到第一任传道的后代。第一任的传道是吴宽裕。我一听吴宽裕，就想，这不就是我的外曾祖父吗？他竟然是双联教会的第一任传道。从此，双联教会开始进入我的心里，觉得好像跟双联教会有了关联。2019年的3月，我一位住在美国的表姐想要来台湾寻根，走访当年我们外曾祖父的脚踪，所以我就陪着她走访淡水，来到双联教会。然后我们就去寻马偕博士跟吴宽裕2个师徒的脚踪。后来一方面也因为自己准备从侨居地搬回台湾，所以双联教会成为我属灵之家的首选。我深深的感谢那教会初代的保罗，以及一群不畏艰难环境来到台湾传福音的宣教士，使得我们居住在台湾的人也能有机会听到福音，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也感谢我的外曾祖父，因为柔软的心接受了福音，成为主的仆人。我也感谢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注重信仰，从小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把我们带到教会来受造就。在此要恭喜今日在此上造就班的各位兄弟姐妹，能认识上帝主耶稣，是我们一生最美好的祝福。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可以到教会来，也可以在教会受培育成长，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将这个信仰持续守住，而且要传承下去，使得我们的世世代代
就如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这时候，请我们预备心来奉献。今天的奉献，我们是要这样子来进行，就是参加线上礼拜的兄姐，请依照教会周报所提供的奉献的方式，我们来进行奉献。今天来到教会参加实体礼拜的兄姐，请于礼拜后将奉献投入走廊，就外面走廊的奉献箱。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赏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让我们在各方面都不致缺乏。我们愿意将我们一生与主来连结，我们也愿意将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各样的才情和钱财，我们奉献在你的面前，也作为教会圣工的用途。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我现在来报告几件事情。第一，就是因为有关于疫情期间的一些聚会的事宜，感谢上帝的保守，让台湾的疫情日渐趋缓。政府已经公告，自7月27日起，防疫警戒降为2级，并且规定关于集会室内空间人数限制为50人。室外人数100人，超额需提防疫计划。这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有70几位在这边，就是我们教会有向政府相关单位申请99人，按照政府防疫的措施，我们在这边做聚会。但是因为双北地区目前每日还有零星的确诊个案，其中包含无法确定感染源的案例。再加上疫苗注射尚未普及，所以因应这几项变化，我们的聚会方式要根据以下原则来进行。主日礼拜我们原则上还是维持，就是线上礼拜，就是还是暂停实体礼拜。但是今天我们应该是这几个月当中的第一次。那接下去有什么样的变化，就是我们牧师团主任牧师或小会会跟各位兄姐来做报告。而少牧区儿童主日学还是采取线上教学。
社青牧区就是各项机会人维持线上举行，成人牧区小组，我们原则上还是鼓励要维持线上聚会，但是如果实体聚会，就是要有小组长在3天以前事先来预约，那么场地由教会来安排。那所有参与就是的人要有名单，然后进出要管制，全程禁止饮食，并佩戴口罩，维持社交距离等等。诗班团契暂时不实体聚会，运动相关活动暂不开放。那因为最近这个CDC 有做一个宣布了，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特别是双北，所以是已经2级警戒是至少要延长到9月6号。那如果有进一步的任何教会对于整个聚会有任何的改变，那我们就静待主任牧师、牧师团这边的通知，我们会透过那个网络或者是我们一些小组，我们来通知各位的会友。那在这段期间，我们个人还是要注意健康管理，然后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要每天都要按照教会所安排的读经进度，我们来亲近上帝，而且要时常利用电话或者是通讯软体，我们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互相联络、互相关怀。有一个特别的事工报告，这边就是我们教会的陈玉芬总监将于今天要陪同我们陈道南牧师这 Peter 要前往美国纽泽西的教会去牧会。那我们感谢陈总监5年半来在本会的服事，愿上帝赐福满满于他们全家在美国的生活与服事。今天他最后一天，我们是不是请陈玉芬总站起来？我们感谢他了哈，这5年多来对教会音乐事工有很多让他的专业上面呢给教会非常大的帮助。我们也祝福陈道南牧师，现在我们英文牧师娘，全家今天飞往美国，一切都能够平安。特别是在美国疫情的当中，神满满祝福在你们家庭。他今天这个续约还跟我们的陈佑典老师4手联弹了，就是看来都是舍不得离开了哈。可以改这个机票的班次没关系。然后大概是做这几项的报告，我不晓得主任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没有哈，那就以上就报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祝福歌，我们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